养一只双标小狗是怎样的体验？爸爸亲亲时。我藏在人群中，然后失去清空，像我的名字从你的记忆清空。妈妈亲亲时。这样你的香烟，你这个坏孩子，我不跟你们玩，这是一帮败家子。为了挽回我的家庭地位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哟，弄啥呢？给要不要煮点羊肉汤喝呀？你去歇着吧，我给你看着。哦，好啊。2 hours later， 爸爸，尝尝爸爸给你煮的羊肉汤。当当。这啥呀？哎呦宝，爸爸怎么给你吃这个呀？这能吃吗？还是吃妈妈给你准备的狗粮吧。50%的新鲜鸡肉，搭配3种不同口味的冻干，好吃又营养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还含有南极磷虾和鱼油，能很好的改善比熊宝宝常见的泪痕和皮肤问题。白白净净的棉花糖小狗，谁能不爱呀？以后浩浩就是妈宝狗了。